今年市場大豐收啊，個個都有賺冇賠。我哋資產管理為大家準備一隻混合基金，23、24年年回報都有超過20%，今年淨係股息都有超過10厘收到。各大機構已經爭住認購緊㗎啦。今個月底仲有折扣優惠，中意高回報又低風險嘅你，心動不如行動，趁機會啦！咁你就中招啦！龐氏騙局玩咗成8年，你都仲中伏，虛擬貨幣其實都暗藏危機。騙局玩嘅係整個心理戰，特別係喺全球資產暴漲期間，大家為咗投資而瘋狂嘅時候，利用比市場更美好、更吸引嘅回報，引來首批買家。只要有一個買入，佢第1個月嘅利息同埋表現就會俾其他人睇到，一個故事就會變成現實。呢份美好仲會持續一段時間，甚至變得瘋狂，令冇參與嘅你會質疑自己會唔會太保守。當大家因為 FOMO 而追入嘅時候，就係騙局畫上句號嘅一刻。龐氏騙局就此完成。龐氏騙局係源於1919年 Charles Ponzi 所策劃嘅一宗投資詐騙，利用高回報、穩定嘅收益又低風險去做吸引，俾投資者快速見到結果，有即時嘅獲利體驗。所以以派息方面去製造表面收益，會係最有效去吸引同埋累積投資者嘅方法。而從投資者所獲得嘅資金，通常都係冇一個有效嘅投資嘅，所以投資者所得嘅利息只係自己當初投入嘅本金同埋新投資者進駐嘅資金所分得。以後同類型嘅結構嘅騙案都會被稱為龐氏騙局。而歷史上最大嘅一宗龐氏騙局係由 Bernie Madoff 由1960年開公司，90年開始擴大，直到08年先俾人拆穿。60年代開始，佢嘅證券公司就已經以穩定高回報去吸引唔同嘅投資者，仲曾經擔任 Nasdaq 嘅董事長啊，係其中一個華爾街嘅金融大佬。喺20年間，佢承諾自己嘅投資組合年回報有10至12%，每月所得嘅利潤都非常穩定，保證發放到投資者嘅戶口入邊，靠住獨家嘅投資策略幫客仔賺錢。賬戶每個月穩定增長，有升冇跌，從不蝕錢，造成穩賺不賠嘅假象，吸引咗大量嘅個人投資者同埋機構去到買入，令規模不斷擴大，直到08年金融海嘯發生，大筆嘅資金需要從中提取，無論係機構投資者定還是係個人投資，都需要資金周轉，令到一直以本金比息呢個騙局終於爆煲。結果令到37000位分別為個人投資、基金、慈善機構同埋銀行，總共損失超過650億美金。咁戇居又保證又高回報，一聽知人啦。唔係㗎，當時股票投資 .com 網域呢一樣嘢一出現，直頭係互聯網嘅大崛起，仲勁過第一部 iPhone 誕生添啊！去到2000年後嘅大放水，全球炒股、炒樓又炒市，樣樣賺錢，買乜都升，淨係標普500一年都係升30%。唔熟投資又或者唔想管理太多嘅，其實10至12% 回報真係唔會令人起疑心㗎。而且佢玩嘅唔係數字遊戲咁簡單，係一場心理戰。頭先都講佢玩足100年啦，咁今時今日有咩 case 呢？2023年就有一單大鑊嘢出現。呢單雖然唔係咩國際級大新聞，但係勝在夠近啊！就係近年香港最大單嘅虛擬貨幣詐騙案 JPEX。JPEX 由20年開始成立，係以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做宣傳，低佣金、低手續費呢啲就基本嘢啦。又用虛擬貨幣活期容易收高息呢個漏洞做有利，連穩定嘅 USDT 都收到20% 年息，每日結算，每日派。當時玩幣嘅投資者嚟講，都真係非常吸引㗎。20厘高息到咁離譜，信嘅都傻啦。咁就唔啱啦！幣圈世界活期收息其實比出邊高唔少㗎。佢哋嘅世界有另一套計算方法，想知嘅留言收息，我哋揾集再講啦。而翻嚟 JPEX， 除咗又平又高息之餘，門面嘅網站同埋手機 App 嘅設計，成個界面互動體驗都非常之好。所以啲講句，9成銀行嘅界面一比上去，真係秋香姐配綠葉咁款㗎。配合大量嘅廣告，加埋一堆 KOL 一齊散招牌。最勁嗰期啊，連港鐵香港站最長嗰條扶手電梯都霸咗。呢幅牆 Mirror 都成日用就知架勢啦。除咗廣告勁之外，佢哋仲識得趁勢造幣，整咗一隻 JPC 出嚟俾大家玩。一出隻幣，個個都話賺錢，幾倍咁係咁飆，派錢咁樣。有朋友真係食到一波，割咗禾青走到老。同埋香港咁耐以嚟，銀行、證券平台一樓都穩陣，冇乜鑊氣㗎嘛。呢間 JPEX 打晒鑼打晒鼓，街尾嘅陳師奶都聽到，玩咗幾年。
其實門面再靚，細心都總揾到破綻㗎。唔係咁易嘅，葉師傅。當時網站列晒唔同國家嘅金融牌照，又同日本交易所 JPEX 扮細佬，直到23年底證監開始發聲明之後，已經有大量嘅用戶反映出唔到金，大家先見證收網嘅一刻。而到最後廿厘嘅回報係咪以龐氏嘅方式搣本呢？牌又係咪真係冇嘅呢？當時 JPEX 個網站真係咁難揾問題？資金嘅操作就已經無從考究㗎啦。個牌照到揭發先知，原來係做外幣找換嘅。日本註冊同記錄當然最後都係冇㗎啦。所以 JPEX 呢個例子騙就已成事實㗎啦。但係除咗騙局要小心之外，其實幣行嘅安全性都要留意嘅喎。最近柬埔寨太子集團嘅陳志被捕，佢存有嘅12.7萬粒 Bitcoins， 而家被指為20年美國 hacker 由 Nubian 嘅礦池所盜取嘅殺豬盤、詐騙電話、情騙嘅大魔頭，終於都被討伐，而又係衰在同虛擬貨幣錢包相關嘅問題。只因 Nubian 嘅加密原來只有32 bits， 即係有限嘅數字、有限嘅組合下，黑客只要有耐性、有多少少時間就能夠破解。對比今日嘅幣安係用256 bits 嘅加密，唔係簡單多8倍 bits 就多8倍時間啦，係每一個 bits 就多一個 double。如果32 bits 要用1分鐘破解，256 bits 就要51後面多60個零咁多年啊！基本上都可以話係冇可能破解咁滯噶啦。所以幣行嘅疏忽引來金主嘅損失，可以嘅都係小心、小心再小心啦。揾錢已經唔容易，市場仲充滿住各種誘惑，想嚟一鋪清袋。一時把持唔住，就犯下所有男人都會犯嘅錯㗎啦。要 fact check 一間交易所，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去返證監網站嘅持牌人及註冊機構的公眾記錄冊，上面揾返有冇相關公司嘅名。例如我哋公司 iFast 入返 iFast 就會揾到相關註冊記錄㗎啦。咁加密貨幣平台咧，就喺證監嘅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名單入邊有列出，甚至曾經有申請過相關牌照但被拒絕嘅記錄都可以睇得到。記得要入埋機構網站 fact check， 唔好信晒個交易所網站所寫嘅所有資料啊！上次先有個客 send 咗個 Yahoo 嘅新聞網俾我，問我個內容係唔係真。內容寫到一個香港政府人物，佢唔使靠份工揾錢，被動收入都有6位數字，後面仲教埋你點樣裝佢個 Apps 嚟開戶賺錢，我就拗晒頭。Yahoo 新聞有啲咁嘅嘢嘅咩？先再留意下，原來個網址唔係 Yahoo 嘅，成個網站原來只係一個框，做到似模似樣，但係功能掣係唔 work 嘅。再問翻，原來個客係 email 收到呢個網址翻嚟，屬於釣魚詐騙嘅類型方式。雖然為咗 fact check， 我都要自插2刀㗎啦。所以揾顧問可能幫唔到你即刻揾到大錢，但最少都唔會幫你即刻輸晒啲錢先啦。當你諗緊一件事太美好嘅時候，冇錯，真係會太美好㗎。世界為投資而瘋狂之時，記得保留一份清醒。騙局玩嘅係心理戰，而家我哋都清楚。質疑自己判斷嘅時候，而家可以多一個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唔會因為 FOMO 而亂咁衝入地獄。今日就係咁多啦，大家對於我哋一齊講下市場歷史大事成100年嘅病例有冇幫助呢？覺得留言 comment 分享下呢條片有咩得着啦，好睇嘅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分享呢一劑解伏藥俾你嘅朋友啊！下次再見啦，拜拜。